荷花期待拜六迄天啦。哇酷哇酷！伫迄之前，我着要甲村的任务拢甲处理好煞，才会用的。好，咱出发啦。罗一东先生，我看也是踮厝内休困较好。唔免烦恼。哎呦，副驾先生，还没看到恁一家伙仔做伙出门呢。阮一家伙仔即马准备要去水族馆佚佗。安妮啊，你真期待吼？诶，爱尽量表现出咱兜幸福美满、变幻的模样，千万唔通互因怀疑讲咱是家暴家庭。会带安妮仔出去佚佗的父亲，甲对父亲真温柔的母亲，拢是真好的人。安妮仔感觉安妮仔的厝有够普通的普通。伊安尼讲有小可调工，不过煞煞去啊。干爹办公会啊，就伫公司待一待。